出埃及记20章第1节到第6节。第1节，上帝吩咐这的一切的话讲：我是上主，你的上帝，有将你对埃及地做奴才的家带出来。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，毋通为家己雕刻偶像，无论天顶、地上，甲地下水内所有的物，拢毋通做因的像，毋通甲因跪拜，嘛毋通服侍因，因为我上主，你的上帝是要求专情服侍的上帝。怨恨我的人，我追究因的罪，对爸到囝到三四代。听我遵守我诫命的人，我施恩予因，直到千代。